这个是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他们采的。我们那个瓦扎比的那个课程呢，要准备的材料有很多哦，有的那个有昂阿朵，有布勒布勒，还有要刺浮球的哦，刺人头的。你们有没有做刺人头的那个？有。哦，对啊，这个就是巴勒巴勒竹子，我们要做成那个刺人头的那个竹签，就是要用这个。哦，这是我们高年级采集。哦，我们是中年级，对不对？中年级拉回学校，每个人都要分工，懂不懂？好，所以等一下呢，老师会帮小朋友分，2个男，3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可以，老师帮大家小朋友准备好，我们就拉回去学校，哦，然后我们再看找时间我们做那个杜拉斯的那个竹签，懂吗？哦，好，来1、2、3，1、2、3。所以在学校学习的时候，哦，其实就跟在部落一样，会分工下去。有时间的人，或者是你的专长是什么的，哦，大家就会找一个比较知道哪里的石头比较好，他就带3、5个人去。有些人知道竹子哪里比较可以采，哦，他也带6个人去。有些人知道哪里有不了好的香蕉叶，他就带5个人去。哦，都是这样分工合作，比较没有那个一个人在做的。哦，所以这个东西是需要小朋友，大家也是要用那种传统的生活机制跟方式，工作的方式。不然的话，你一个人做，请问一个人做啊，结果最后是大家一起在那边快乐，那个准备的人会不会很可怜？对，他有一天他会不想做啊。哦，所以文化的东西其实就是分享的，是一起流汗、一起工作、一起快乐、一起分享，懂不懂？懂意思吗？哦，所以你不要说哦，妈，你呢？哦，那个赖老师、唐阿鲁老师竟然叫我们砍竹子啊，就是叫你砍啊！你现在不练习拿竹子，你什么时候练习？懂不懂？不要让人家说哦，都住在山上，哦，知道杜拉斯，知道刺人头。知道荡秋千这种，可是都不知道是去哪里拿这些材料的，哦，也不知道怎么工作，那我们就很可惜了。好，来，老师来慢慢的分。那我们先小朋友先靠边。老师有留那个给你留那个这个。挖烧给不了，就是竹子的叶子，哦，竹子的叶子，只要是叶子都叫做挖烧，这样子。挖烧，就是叶子。挖烧给叶子的什么？比如说山里是什么？月桃，对不对？挖烧给鲁马拉古挖烧，什么的什么叶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讲挖烧给沙里，挖烧给阿雅杜，哦，树的叶子，什么的叶子，什么。只要是叶子都叫什么？啊？对，挖烧。周记的时候，哦，2个男生去竹林砍10根，然后从山屋台上面拉到绳上，就是这样，这也是训练啊，不然你还。老师很好笑的是，现在看到很多的部落办活动，很多都是去平地买竹子，啊，直接买回来。可是请问竹子在哪里采的？在山上，对不对？奇怪，我们山上的东西被平地人拿到平地，然后我们山地人又去平地买回来，哦，所以以后山上有的资源我们就要用，哦。不要尽量不要花钱，那不是我们的方式，懂不懂？你们有没有看老师怎么分？那稍微看一下，什么的在一起，什么的没有在一起。高的和短的，还有中的、粗的。那个前后啊。我们在搬的时候，比较那个靠近根部的，根是什么？根怎么讲？根怎么讲？有没有？根。巴拉子这样子。巴拉子就是根，哦，靠近根的，哦，
就在前面，比较重，比较细的就是枝头。留这个是要让，留这个把手机不能拿，是要让小朋友看要怎么样处理。好，你先有意向，以后你国中了或5、6年级，你就知道怎么拿刀子，怎么取，怎么拉，带回去。这个比较小，好，我们小姐也练习拿，懂哦。是。所以呢，在当收获季的时候，或者去山上的时候，每一个男生一定要有自己的刀子，懂不懂？懂不懂？你不要说，我们不要啊，不行啊，怕受伤。现在卢凯族的小朋友，或者是我们的长辈，都怕我们的小朋友受伤，没有错。可能会受伤，可是我们要先了解我们工作要做什么，我们的能力到哪里？不要说因为怕受伤，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。卢凯子唯一学习就是做中学，你要去参与一起做，那才叫学习。好，跟我们的国语数学不一样，我们国语数学做是在课本笔记上面做，不一样。我们是要实地的去找竹林在哪里，怎么锯。怎么拉下来，怎么拿掉，怎么扛回来，每一个动作都是这么做的，这叫做中学。桌子放到脚上面了。Moraku tadi.然后在部落，不管你在做什么工作，做什么，那你刚才又忘记打招呼了，只要阿妹那就要打招呼，不然真的很像外人，就跟观光客没有两样。一定要打招呼，因为当我们在学习过程中，他早就知道我们很有礼貌了，是部落的孩子的时候，他看到我们在做这些事情，他可能会来教我们，懂不懂？哦。Musa da. Oh.